基书的最后2节，这个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这个以利亚要重新回来到地上啊。好，那要先跟各位做解释，为什么是特别是以利亚？好，然后耶稣却解释新约里面的那个以利亚，其实就是施洗约翰啊。好，请大家看一下马拉基书的第4章第5节到第6节。这2节圣经，特别那个周神柱牧师最常会引用这个第6节的地方。好，我们先来读一下马拉基书第4章的5到6节啊，先念一下5、6节，一起念来。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这里提到说，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上帝要差遣这个先知以利亚啊。为什么特别要这个找以利亚？各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以利亚这个先知上帝要把他差回来，知道吗？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有几个比较难解的内容啊，所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叫做要差以利亚来？各位如果看这个列王记的话，以利亚先知他是怎么离开世界，知道吗？他是有那个火车火马把他接上去的，好，所以他是没有经过死亡的，唯二的人在旧约里面。好，所以为什么这个上帝说要把他差来？因为他要差以利亚来到地上，因为他是特别经过上帝所选的，不用经过死亡的这个人，他要回来到地上，然后要重新把上帝的信息要重新带回到地上，要呼召那个叫做悔改的信息。好，所以他这里提到第5节，他说差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个以利亚来，他有一个任务，他要让世上的人能够预备好悔改，要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回归到好像儿女的心回到上帝的回到父亲的面前，让父亲的心能够转向他的儿女。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所以差遣以利亚来有这个用意，就是来宣告悔改的信息，所以好让人可以有机会悔改转向父亲，转向上帝的面前。所以这里父亲指的就是指上帝啊，好像让儿女的心可以被劝醒，然后归向这个父亲的面前。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所以到现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吃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时候，宴席的时候，他们其实最后还要留下一杯酒，那一杯叫做以利亚杯。以利亚杯是指什么？就是指以利亚可能什么时间来不知道，随时有可能会来，但是他们要预备有一杯给以利亚来的时候可以喝的酒。所以通常在逾越节要结束的时候，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请家里面的最小的小朋友打开门，去看看以利亚来了没有。但是会把最后一杯酒留在桌子上，那一杯酒叫做以利亚杯，就是随时等候上帝的使者、先知随时会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要迎接这个以利亚先知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在喝那个他们的这个叫做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有他的一个程序，最后要留下一杯，那一杯叫做以利亚杯，啊，就是要等候以利亚来的时候要给他喝的，好来迎接这个以利亚的来到啊，所以这个就是在预言这个以利亚要来带来悔改，使这个世人的心能够归向上帝。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说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这个要来的这个以利亚？所以最早开始新约的序曲就是由这个施洗约翰来揭开，
要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带来悔改的信息，让人预备好，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或是领受上帝要差来的那一位基督。所以这个是在离耶稣降生前400年前的一个预言，就是以利亚要来到。好，到这边可以吗？那猜以利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对，因为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亡就上去的，好，所以特别差以利亚来，就是让他能够用这个身体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身体，又回来到地上，来带来那个悔改的信息。那特别这个以利亚又是当时这个以利亚时期，以利亚是一个叫做火的先知，有点像那个烈火，那个引人悔改的那个热火一样，所以是有这个用意在这里面。如果再更直接讲一点，就是刚刚讲说唯二的两个不经过死亡的，所以启示录里面有提到有2个见证人，他们从上帝那里来，然后要这个审判跟不是什么，来这个叫做传讲上帝的信息，然后带来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让全地会感到惊骇。有人认为这2个人，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诺，因为圣经里面这2个人是没有经过死亡就被接到天上去的，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嘛，所以这2个还没死的就要再回来经历那个死的这个经过，这个就是成为人的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这个是解经学者、圣经学者他们的一个认为一个认为，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去佐证这个事情是不是这2个见证人就是以诺跟以利亚，不知道，但是至少在新约里面，耶稣讲说那个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指那个施洗约翰。好，到这边可以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入沉默的400年了哈。好，各位，虽然我们说沉默了400年，但是其实上帝没有说话，不代表上帝没有话，不是上帝没有话啊。我要请大家再翻回到箴言里面这一节圣经，请大家在这个2约之间的历史里面，在上面先注记一下。208页2约之间的历史，请大家在上面注记一下啊。箴言29章。18节，好，箴言29章18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箴言29章18节里面写什么？为什么要特别在2约之间写下这段的圣经？箴言29章1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箴言29章18节，一起念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到这边啊，好，通常我们都会取上半段，可能各位常常会听过，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啊。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好像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好，请大家看一下那个异象，又有小字或作什么漠视，有看到吗？如果各位的圣经上面是和合本的话，上面就有这个词出现，或作漠视。好，他说没有漠视，民就放肆，意思是什么？漠视的意思就是呼出，好像那个气出来一样啊。好，所以那个没有意象的意思就是没有上帝的话的时候，当没有上帝的话语来引导百姓的时候，那民就放肆了。这个民众或是群众或者是人们就会这个无所适从，好，所以很多人说要跟着意象，特别像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常常会说我们要跟着上帝的意象啊，要跟着这个上帝的话，
那那个话就是指的意思就是这个默示或者是意象的意思。我们要有意象，要看见什么啊？但是呢，没有意象的时候要做什么？就是下面的那一行啊，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大家可以了解意思吗？啊，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引导的时候，没有先知引导的时候，没有这些特别有这个领袖特别来带领的时候，那么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一个法则？就是遵守上帝的话。大家可以了解意思吗？啊，18节那边他说什么？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意思就是，如果假设今天没有那个领袖型的带领者，没有一个好的先知啊，或者是讲上帝的话来引导百姓的时候，那么你用什么来作为你的生活的准则？就是用律法，遵守律法，使你仍然可以遵守上帝的话，在祝福的里面。大家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很多人说上帝没有对我说话，no， 不是上帝没有对我们说话，是我们如果没有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该要遵守上帝已经说的话。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那上帝已经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圣经了。所以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像，我不喜欢用这个方式，但是。要跟大家做点说明，就是有很多灵恩的教会常常会用这个东西出来，就是啊某某人有先知的恩赐啊，某某人这个为人祷告，他就可以知道你的不是前世，知道你的过去未来哈，然后会有一些什么神迹奇事，好，很多人喜欢这一套，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没有这些人出现的时候，或是没有这些叫做有先知恩赐的人出现的时候，那么你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走，应该怎么行？他说：遵守上帝的律法，变为有福。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你可能没有这些的先知的带领，没有这些的这个教导的领袖，但是你可以有上帝的律法来带领你走，让你可以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千万不要常常觉得说我需要这个上帝对我说话。很多人喜欢要感受那个叫做，这个先知的话语，或者是这个预言啊，或者是这个被祷告，然后这个讲出什么样的话语，不必要去期待这些东西，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给每一个传道人的恩赐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好，那而且这些被膏抹的人也不见得真的都可以有这些恩赐。那如果没有这些特别的引导跟引领的时候，那么要遵守什么？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为遵守上帝的律法，变为有福。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意向，或者是没有方向的时候，那么就是要遵守律法，你仍然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是箴言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提醒。所以没有意向你就放肆，为遵守律法，变为有福。所以如果没有意向的时候，仍然要遵守上帝的话。好，所以我们就要进到两约之间了。好，请大家看一下208页。好，所以刚刚有提到了两约之间总共有将近400年的空窗期，所以我们都写这个叫做沉默的400年。意思就是上帝不说话，在这段时间没有先知，这段时间没有上帝的提醒。好，所以这个400年的当中，上帝好像沉默了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时间叫做沉默的400年。好，208页这边有没有第二行说这一段时间叫静默期或黑暗期，这叫沉默的400年。好，但是在这个地方，上帝没有说话，但是国家大事还是这样发生了啊。这个时期出现哪一些帝国出现？有一个横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就出现了，这个叫做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当然就是亚历山大去打下来的啊，从希腊一直到波斯整个区域，还有非洲整个区域都被他打下来了，这个叫做亚历山大帝国。好，亚历山大帝国这个希腊帝又叫做希腊帝国啊。他们最早发迹的地方叫做马其顿。这个马其顿在哪里？马其顿在希腊半岛的东北边的地方，它还不是在希腊半岛的这个岛上，这个半岛上，它是在比较偏北的地方。亚历山大帝国，这个亚历山大是继承他父亲的这个王位之后，就把天下打下来了。好，可是这个亚历山大其实活不久，他33岁就走了。33岁就没命了。好，所以他打下来的江山后来分裂成4个国家，一个一样叫做希腊帝国。好，然后一个叫西流古，一个叫托勒密。好，然后第4个比较靠近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叫安提阿哥。好，那为什么会这4个国家？因为亚历山大打完天下之后他就走了，然后他自己原本的家乡的地方，那个希腊就有4个将军就分地分完了，一个留在希腊的那个一样叫希腊帝国，一个叫西流古，西流古就是把原本那个波斯帝国的地方啊打下来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西流古来接收了。好，那这个托勒密在哪里？托勒密就是现在的非洲，它的范围在非洲的地方。好，这个安提阿哥在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半岛、以色列这些地方，它就是它的地方。好，所以这个400年里面，希腊帝国当时是最强盛的，后来就分裂成这4个国家。后来这个希腊又被谁灭掉？希腊帝国又被这个罗马。所以希腊跟罗马是当时的世界的强国。好，那为什么新约圣经会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其实所谓的灭掉，也不是真的叫灭，就是等于就是吞并了。好，所以吞并了之后，希腊帝国里面的所辖的地区里面的所辖地区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用希腊语。好，所以各位为什么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通用语言就是希腊语啊，所以会用希腊语写成。好，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通常都是希伯来语。好，所以圣经里面的2种重要的语言，一个叫做希伯来语，一个叫希腊语。那因为希伯来语后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灭国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民族很小，所以那个有点像叫做地方语言。后来它被一个语言取代了，2个语言很像。
兰语，亚兰语跟希伯来语是类似的语系。好，那希腊帝国占领之后，所辖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希腊化，所以变成希腊语变成是当时的通用语，所以这个有点像，如果是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叫官方语。好，所以为什么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因为当时通用语是官方语，就是这个希腊语，有点像我们现在用中文在做表达一样。好，那希伯来语就有点，或是亚兰语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闽南语或是讲台语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是像这样，所以后来这个希腊文化影响当时的文化很多。后来连罗马帝国把希腊并吞之后，它的一些文化跟文字也都被这个吸收进罗马人的文化里面。好，请大家看一下208页。好，波斯帝国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自己家乡盖圣殿的时候，所以当时的犹太地区没有王的时候，他们叫做省长，行政方面叫省长，但是真正的管辖是由祭司。所以祭司才是真正掌握那个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些的人民的主要的一个管理者。好，请在后面，请在这句话的后面写上公会。公会。我们现在讲的公会其实就是这个用意了啊。这些的祭司他们的所组成的一个会议议会叫做公会。好，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被送到公会里面去受审？是因为他们的当时真正的管理者是祭司，行政管理者可能是省长或者是巡抚啊，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国王啊。好，希腊时期这个下面请大家就自己看啊。希腊时期就分裂成刚刚讲的这几个国家了，希腊人他们就分裂了。好，210页，这个时候短暂有一点时间，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曾经独立建国，这个独立建国的时间很短，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希腊帝国跟罗马人正在这个对抗的时候，所以后来有短暂的时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过独立的时间啊。210页，请看一下这个第一行，老祭司马提亚，这个马提亚是当时的一个祭司长啊，然后他率领义勇军跟这个希留古王朝对抗。好，所以后来这个家族他们就跟这个希留古王朝常常做争夺战。好，最后他们曾经独立过，在主前143年的时候，有看到吗？啊，第3行的地方，主前143年，他们曾经短暂的独立，他们叫做哈斯摩王朝，有没有？或是叫哈斯摩米，有人叫哈斯摩米，或是叫哈斯摩王朝。所以他们曾经独立建国。这个哈斯摩尼的意思是铁锤啊。哈斯摩尼的意思是铁锤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打碎那个敌人的那个武器的这个国号，它叫哈斯摩尼。
然后西元前63年的时候，210页，西元前63年的时候，谁攻陷耶路撒冷，才把这个独立建国给灭掉？后来变成罗马的一省，就是这个庞贝将军。所以第一个攻进罗马城的罗马将军就是这个庞贝将军。好，这个是2月之间的背景。好，所以很快速的，我们要把这个新约的背景跟大家做一点介绍。211页有一些名词哈，我们给大家做一点解释，因为新约里面有很多的名词跟我们一般读历史或者是有很多人在念的时候，那个翻译的词有点不一样。好，罗马的皇帝叫做该撒，在圣经里面叫该撒。我们在一般的那个广告或者是一般的故事或者是一般的历史书里面呢，叫凯撒，有没有？这两个人意思是一样的，就是翻译的名词啊。好，凯撒是罗马的最高领袖啊。好，那各省有什么？有省长、巡抚啊，分封的王，所以希律王。后来在耶稣的时候，有一个希律王，有没有？希律王就是分封的王。他为什么叫分封的王？他因为后来罗马人要进城的时候，他就献城，把那个耶路撒冷城就至少他免于被杀了，免于屠城的状态。所以后来这个希律他就顺理成章就变成是分封的王，管理那个整个迦南地区的。但是他本身他不是犹太人的血统，他本身他是以东人。所以犹太人对于希律管辖他们，其实他们是很感冒的，而且是不喜欢的，因为他们有犹太人的血统。但是希律又是管这个犹太人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中央政府是罗马皇帝的，地方的政府就是这个大希律他们的家族，希律王的家族。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政治的背景。好，213页。当时的行政区啊，刚刚我们有提到哈斯摩尼王朝在主前63年的时候被庞贝将军给消灭了啊，所以后来就变成犹大省了。那巴勒斯坦在当时分成5个区啊，所以都知道在地图上面你可能可以看到，南部的地方还是叫犹大啊，犹太，然后这个稍微偏中部的地方那个叫撒玛利亚，然后最北边的叫加利利，啊，还有比利亚跟底加波利，在比较东部跟西部的地方，啊，所以当时整个这个犹太地区就分成这5个地方：犹太、撒玛利亚、加利利、比利亚跟底加波利。好，有图有真相。各位其实要善用那个圣经里面的地图，请大家看一下各位的圣经的最后一页，有那种有的是彩色的，有没有？有的是可能是黑白的。请翻到最后的地方有地图的地方。好，如果我们用的圣经版本是一样的，它最少应该有一个图叫做犹太地图，有没有？好，给大家看一下哈，犹太地图下面这一块粉红色的这一块就是叫做犹大。
犹太地区啊，以前的犹大国的地方，就是靠近死海的边边的这里。好，中间这一块，黄色的地方，这个叫做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人大概都居住在这里。好，北部这里叫做加利利。啊，好，然后左下边，对不起，你们的右下边啊，如果你们现在看这个图的右下这个地方就是比利亚，这个上面叫做底加波利，这个就是整个犹太的地图。所以应该，如果你有这个圣经的话，你后面的地图就有应该有这个图可以看得到啊。好，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行政区。213页下面第3个地方，请看一下倒数第4行。后来这个大希律死掉之后，他有几个孩子又继承分封的王，一个叫亚基老啊，亚基老他继承犹太跟撒玛利亚，希律安提帕继承了加利利跟比利亚，腓力2世统治底加波利，所以后来他的希律有几个孩子，他们就分封，就又继续接了这个分封的王在这里面。好，216页，请看一下那个宗教团体，因为做一些名词解释的时候，大家知道哦，圣经里面读的这些的人的一些的意思，或者他的一个组成的内容是什么？216页，请看下面的地方，犹太人的宗教团体，刚刚有写一个公会，有没有？公会就是第一个大公会这里。公会由谁组成？由这些的祭司跟文士。第2行的地方有没有文士以斯拉组成一个公会？本来是要这个编圣经的，所以我们之前都讲过，如果圣经找不到作者，旧约圣经里面找不到作者，通常都是叫做以斯拉编。好，所以他率领一些文士跟祭司来编这个旧约圣经，把旧约圣经编成正典，就是公认的、确定版本的旧约圣经。好，所以后来他说，新约的时期，公会的势力变大了，所以宗教、法律、税收跟政治方面都有决断权，所以真正当时的一个权力机构就是在这个公会里面。好，第2个组织叫做会堂。会堂是什么？会堂就有点像这个小礼拜堂一样啊，所以耶稣常常进会堂去教导人或教训人，所以会堂其实就是他们的犹太人的礼拜堂。好，所以请看一下会堂的这个部分里面后面这段，会堂研读律法，教导宗教信仰，使信徒彼此劝勉，共同敬拜神。这个是会堂的功用，所以最早在什么时候？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就开始有成立会堂了。所以被掳回来的时候，这个会堂也带过来。所以会堂其实成立的时间很早，因为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在会堂里面，这个读圣经、祷告、教导信仰，都是在会堂里面。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堂会的功能一样的意思啊。好，第3个叫做法利赛人。好，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啊，因为常常找耶稣麻烦的这几个人。第一个，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是分离者。他这里写的很好，他说犹太教中的清教徒。为什么叫分离者？就是他们自认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他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觉得他们是清流，自命不凡啊。但是耶稣常常骂他们是假冒为善。
217页啊，假冒为善。好，撒都该人，这个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啊，撒都该是谁？撒都是所罗门的时候的一个祭司，所罗门时期的祭司。好，所以祭司群就是这个撒都该人。或是我们说它叫做官方的宗教人士。好，官方的宗教人士就是这个撒都该人。好，其实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常常互相瞧不起，但是也常常互相攻击，可是需要的时候也常常合作。好，所以这个撒都该人就是属于这个祭司的这个族群啊。好，文士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他们就是书记或是誊写人员。所以以前没有所谓的印刷术的时候，就是由这些的文士来做誊写的。所以这些文士等于就是有点像搞印刷事业的，让他们帮忙写书，然后写一些那个书籍，或是继续把书籍继续誊写的。所以他们常常会就是咬文嚼字。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个字义的解释，就是从这些文士他们开始。所以开始有圣经里面有章节也是这些文士搞出来的。所以原本最早圣经没有第几章第几节，都是由这些文士来做这些工作。所以他们会解释圣经，他们会解释字义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是当时的读书人。好，奋锐党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族群。耶稣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叫做奋锐党，奋锐党的西门。那个奋锐党是谁知道吗？奋锐党就是有点像那个革命分子啊，去想象那个以前在清朝的末年的时候，那个叫四大寇啊，或者是那个叫做革命分子，就是这个奋锐党。所以耶稣也曾经有收过奋锐党的学生啊。好，第7个叫西律党，西律党就是跟政治比较靠近的，比较走政治路线、政治正确路线的，就官方的这些犹太人，就是西律党。所以大概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已经有在这里面。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群人，他们是比较少数，他们是离群所居的，所以后来有人也称这个使徒，不是称这个施洗约翰，有可能是跟他们的这个社群是类似的，就是他们是比较离群所居，比较不碰俗事的，比那个法利赛人还要更这个专心潜修的一批人。没有在这里面，没有在这里面。好，到这边可以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很快浏览过去哈。我们这个新约总论这边，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教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就跳过去了。所以221页这边有书信的分类，这个大致上大概看过，大概就知道了。
最后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稍微做一点四福音的比较跟关系。222页，222页。好，新约最早开始的4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不对？这4卷福音书，他们描写耶稣各自有不同的角度去描写的啊，所以请大家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下面注记一下，马太是用君王的角度去描写耶稣的，马可是用仆人的角色去描写耶稣的，路加是用人子的角度描写耶稣的。约翰是用神子，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会看到耶稣的形象比较像是君王的角色，他的教导很多，他的指导性很强，然后他的命令很多，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可福音你会看到很多耶稣去做事情，或者他马上去做些什么。比较像仆人的角色，路加里面描写的耶稣是比较像人性的耶稣，人性的耶稣。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用4种不同的角度去看，面向去看耶稣。好，所以这个是4本福音书的一个内容。好，那有人会说，为什么会有4本福音书？为什么不是只有1本就好了？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都是4大报或是报纸，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事件，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相近，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好，所以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上面，请大家写一下，这个叫福类福音。约翰的上面请写特别版。福类福音的意思就是它们的内容是很相近的，这3卷福音书的内容常常提到同一件事情，3卷都有，这个叫福类福音，所以你可以对照同一件事情，可以互相对照。好，但是比较特别的这一卷是约翰福音，因为它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它比较超人。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常常好像感觉上耶稣都是讲一些很缥缈的话，好像浮在空中的话。这个就是用神子在讲，用神子的角度在讲耶稣。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已经要进到新约了啊。好，所以先了解一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福音，用不同的角度，君王、仆人、人子跟神子的角度去看耶稣的。前3卷叫做福类福音，特别版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啊。好 ，OK，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课程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新约的内容里面，使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知道你，更多晓得你，并且常住在你的里面。谢谢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当我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时候，让我们以遵守律法、遵守你的话成为有福。谢谢主垂听你的祷告，带领我们的同学回到家里面，也能够时常遵守你的话，常常把你的话放在心里，使我们成为主你的门徒，跟随你的脚中行，也效法耶稣的样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